漫威电影《惊奇队长》一上映就创纪录，第一天就有3445万的票房成绩，成为漫威的单人英雄电影开片首日票房冠军。电影里的猫明星功不可没，不止虏获观众的心，就连片场里得到的待遇也一点都不输给大明星。电影《惊奇队长》好可爱啊！小可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福瑞，晚点见。小橘猫超粘人，看到山姆杰克森就贴上去磨蹭。在电影里被取名为呆头鹅，不止戏里卖萌，戏外的待遇也不输给大明星。演员拉莎娜林奇，他们都会说有猫，不要讲话，不要有大动作。导演安娜波顿，当我们到片场的时候，他比有些演员的态度还要好，配合演员布利拉森，大家都说跟动物合作很痛苦。但 Reggie 表现很棒，配合度超高，他很理解我对猫的过敏。原来布利拉森对猫咪过敏，也因此在电影里的对手戏并不多。其实总共有4只猫共同演出，每一只负责领域不同，有的是颜值担当，有的负责出猫掌揍人。其中就以 Reggie 稳定性最高，因此最常出现在片场或是上镜头配合宣传。不让猫咪专美于前，狗狗也要当电影主角。电影《女王的柯基》，我虽然不是最乖的小狗，但我绝对是女王的最爱。雷克斯，多么毛茸茸的肚子啊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养的柯基犬闻名世界，以此发想改编成动画电影，描述宠爱于一身的调皮柯基犬，因为闹翻国宴被训斥，决定逃宫流浪，没想到却卷入一场阴谋。接连2个月都有疗愈人心的宠物登上大荧幕，成为刺激票房的最佳武器。